好啦，乡亲啊，咱就回头继续来看极限的爬岩仔的专家艾利克斯，一路爬起哩台北101，讲有真济魔王关卡，啊，每一个关卡直播的串流平台拢有特别号名，其中一个名就叫做龙。这个串流平台讲，台北101面顶有部分的钢铁结构是取台湾庙寺的文化，互龙会当协助到台北101抵抗到歹物啊。啊，就是透过这个串流平台号名，互台北101得到国际级的营销。Alex 抗击哩台北101，互人看甲光十体。啊，那些克服的每一道关卡，拢叫 Netflix 和名字。亲像总共5公尺的钢铁结构叫做 The Dragons。Netflix 特别伫咧直播时小解，加到亲像台湾庙，是守护台北101的龙，代表抵抗邪灵和歹结掉的物仔。 The first major obstacles on his journey. Alex's challenge has officially begun. 那呢，佮有面部博士，佮有政府领导的关卡，每一只拢叫合作 The Overhand， 佮有 The Spiral。Netflix 的魔王号名，互节目高高气势，嘛互全球观众熟悉台北101每一个细节。Will he rise to the challenge? 2004年12月30日，台北101起火时，捌是世界上上悬楼的建筑物。不过，即马上悬楼的是杜拜哈利法塔，所落来是马来西亚吉隆坡莫迪卡118，中国上海中心大楼，沙地阿拉伯美加皇家金塔饭店，中国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南韩首尔乐天世界塔，美国纽约世贸中心1号大楼，中国广州和天津的州大学金融中心，和北京的中国村。还记得吗？那一年第一次倒数的瞬间，全台湾的目光都望向台北101。台北101虽然关岛落到第11名，不过除了跨年的精彩烟火秀，如今 Alex 成功创造历史，嘛为咱台湾指标性地景增加愈侪非凡意义，搁一摆和国际讨论甲热气气。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